继续来看基隆东华商场的争议也未收煞，真正就有传出民进党的支持者要发起罢免市长贾国良的行动。不过，即马嘛传出贾国良的家族企业嘛要来联署罢免民进党的议长董子伟。针对这款的风声，市长甲议长拢表示无希望看到哪力对立。基隆市议会这礼拜召开临时会，对基隆东华商场争议，国民党甲民进党阵营对立，有争议一直拖。进行传说，民进党要发动罢免市长谢国良，国民党是反对要罢免民进党议员。民进党议员初六公布一份，讲是谢国良家族企业个别者的引动，指控家族企业动员联署，要罢免民进党籍议长董子伟等者议员。甚至连议事中立，在议场大乱出手保护市长的童子伟议长，他都要首当其冲的来罢免。对着传说家族企业发动罢免这件代志，谢国良讲，伊完全唔知影，也无赞成任何形式的罢免。大家应该回归到政策面，并且在下一次的选举来进行一个君子之争。董子伟是回应罢免无应该论做报复性工具，无想要看到国民党、民进党恶斗对立，对基隆的市情发展无帮助。舞会和谐是在建立在于理性沟通、监督、讨论的机制之上。我们不乐见未有社会正当性的罢免持续的运作下去。对于东华商场的争议，国民党、民进党对立越来越大。议长董子伟采时，请市府政风处查明清楚。对此，市府强调，专而且政风处调查，若是看涉不法，一定会上检调来侦办。全力会来配合我们政风处相关的文案的部分在今天都已经先移送我们政风处来做一个审视。市府也强调，未来为着监督厂商履行合约，会设立改建监督委员会，邀请专家学者来监督，让整个营运甲履行合约过程更加公开清楚。记者综合报道。